立委黄国昌甲网红馆长陈志涵伫今日做伙伫总府前呢，骂政府呢顾在这乌金枪啦、毒品以及司法的改革跳票，呼吁民众参加7月16日公平正义大游行。同时呢，提出邀请函，邀请总统蔡英文以及拿立委3党总统参选人回应民众的诉求。这个馆长除了发起游行，进前公布这个影片，短短2天内就超过50万的点阅率。这个落尾，这个为民国肯拿力的党魁馆长讲啊，英国这个总统拢是拿力两党出身的，司法甲乌帮的问题拢无解决，所以讲这系招民众上开刀表达诉求。他们辛苦的在跟黑道战斗的时候，在上层的政治人物却跟这些黑道大哥光筹交错，巴蒂巴蒂，我们就是看不下去。穿白衫甲乌裤，徛伫咧总统府头前呛政府。前立委黄国昌甲馆长陈志涵拜一做伙出现伫咧凯达激战大道，举行记者会，呼吁民众参加7月16号公平正义的大游行。同时，嘛邀请总统甲每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拢到现场。不会公平的邀请民主进步党、中国国民党、台湾民众党的3位总统候选人一起来参与。也回应这一场集会的诉求。除了答应会出现的大问题，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侯友宜进前嘛表示会出声来支持游行，汉的拿别立场相共，未来馆长敢会出力来斗相共拿白合嘛引发着猜想。对，我们为公共利益发声。至于说他们要不要合适，他们2个党主席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进前馆长公布的 MV 歌词内底，短短2天累积破50万的点阅率，最后的画面有挂国民2党的标志，嘛互人好奇这敢是要提大问题。你看，他们这2个党，做了老半天，无论是蓝还是绿，还是这么多枪赌毒嘛、诈骗嘛，然后司法不公正嘛，然后居住正义什么问题还是有啊。所以这次我要跟人民讲，因拢咧甲恁骗。黄国昌搁再一摆和馆长做伙出现，伫咧大选进前徛就街头，诉求关心乌金枪毒的问题，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